的这个监控的，你这属于偷窥啊！我这是怕上课出岔子。那也不行，这属于非常不道德的行为。那要不一起看？也行。那天向你求婚，我把我所有的力气都用进去了，最后还被你拒绝，害得我现在一点勇气都没有。所以，你这是在责怪我？对，责怪。你明明不想结婚，却给我搞一个评分体系。你明明之前没有那么喜欢我，却为了所谓的责任和我在一起。你明明……这就是你想跟我说的？哎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？上课怎么不按照我说的那套来说啊？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我不懂爱情吗？确实，我承认。但是，你让上课跟穆若娜说的那些话，很感人，也确实能缓解他们的关系。可是穆若娜是和我一样的人，我比你们更了解她，相信我一次啊！我知道你喜欢上我了，但你一直逃避。西西跟我说，我在你那儿有60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在我这儿只有10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只有10分？你的态度忽冷忽热，爱答不理，我给你10分已经很足够了。好，你很好，非常好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可以走得干脆一点了。愣着干嘛呀？追啊！一定不能追，追了就前功尽弃。我跟你说，要是因为这个事情我的计划全部破摊，我跟穆若娜的友谊毁于一旦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你再等等。你看，那个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重新核算评分。你是说评分从0开始？对，从现在开始，重新核算。我愿意。